每次準備見老細或者要 present 嗰陣，你個肚係咪就立即扭麻花咁樣，痛到要即刻衝去廁所呢？如果你成日無端端肚痛、肚屙，又或者便秘嘅話，可能唔係你食錯嘢，而係你個大腦壓力太大啦。根據本港最新嘅數據顯示，香港腸易激綜合症嘅患病比率高達7%，即係話全香港有超過50萬人啊，餐餐都食唔安、瞓唔落啊！呢個病經常係針對啲壓力比較大嘅人嘅。醫學界發現，腸道係人類嘅第2大腦，兩者都有一條腸腦軸互相聯繫住。數據顯示，喺腸易激嘅患者當中，有高達3至4成嘅人係同時伴隨住焦慮或者抑鬱。只要大腦一緊張，個信號就立即會令條腸爆炸，令到你一有壓力就狂去廁所。雖然腸易激就唔致命嘅，但係佢會嚴重摧毀你嘅生活質素。你試諗下，你出街就要提早查定有冇廁所，同朋友食飯呢樣唔得，嗰樣又唔得，長久落去你身心社靈全面崩潰啦。點樣拯救個腸胃啊？首先梗係要減咖啡，同埋要減油膩嘅食物啦。更加重要嘅係識得幫心靈減壓，每日試下抽10分鐘做下深呼吸，放鬆一下個大腦，唔好一直等到情緒崩潰，腸胃徹底失控，先至驚覺原來自己一直忽視緊身體嘅求救信號。如果你而家無視壓力嘅話，冇緊要嘅，去商場揾你個廁所，揾唔到嘅話，你嘅壓力一爆就冇人救到你噶啦。